台北木沙的指南宫庆祝李洞宾成道1139周年，举办2花3地道教祈福的法会。总统蔡英文、前总统马英九、立法院前议长王金平拢有到场，也毋过3个人是王不见王。木沙指南宫举办2花3地联合祈福法会，蔡总统亲临，祈求国泰民安。经历党内初选，民进党中执会19正式通过提名蔡英文竞选连任，进入选择模式。国民党总统初选参选人郭台铭批评蔡总统是摕国家的钱在竞选。哎，一个大企业家讲这样的话，好了，这个执政者是用政绩来竞选的，他不会用国家的资源来竞选了哈。那倒是治理国家是为了全体的国民来求福利，企业家注重的就是一个单一企业的利润。在祈福法会谈选举话题，因为这场活动有真侪重量级的政治人物，除了蔡总统、前总统马英九，也有立法院前议长王金平。友日跟亲美都有一定的分寸，达到一定的平衡，不会呢选边站。3个人王不见王，马前总统受访谈公道法修法，保证遗憾，袂当甲蔡总统当面沟通。我觉得这是民主的倒退。当面跟他说吗？有机会我会。不过他刚先走了嘛，他大概知道我要说这个，就跟先走了。马讲到国民党内初选是不是已经渐渐形成啊？对抗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抗衡连锁。这个提名人出现以后，大家会全力的支持这一位。总教场所嘛，因为3位政治明星工场无共倾，充满高高的政治味。